爱问曰：和尚入灭之后，依法当复何人？师曰：吾于大梵寺说法，以至于今，超录流行。目曰法宝坛经，汝等守护，地相传授，度诸群生。但依此说，是名正法。今为汝等说法，不复其一，盖为汝等信根纯熟，决定无疑，堪任大事。然据先祖达摩大师复受记忆，一不合传。记曰：吾本来资土，传法救迷情，一华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师父曰：诸善知识，汝等个个静心，听吾说法。若欲成就众智，须达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，与彼相众不生憎爱，亦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恬静，虚荣淡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纯一直心，不动道场，真诚净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得有种，含藏常养，成熟其实，一相一行，亦复如是。我今说法，犹如时雨，普润大地。汝等佛性，譬诸种子，欲滋沾洽，悉得发生，成无执者，觉获菩提；依无行者，定正妙果。听无记曰：心地含诸众，普与悉皆蒙，顿悟华情矣。菩提果自成。师说记矣，曰：其法无二，其心亦然，其道清净，亦无诸相。汝等慎勿观境，即空其心，此心本净，无可取舍，各自努力，随缘好去，尔时徒众作礼而退。大师7月8日，忽谓门人曰：吾欲归新州，汝等速礼周集。大众哀留甚坚。师曰：诸佛出现，由是灭，有来必去，礼亦常然，无此形骸，归必有所。众曰：师从此去，早晚可回。师曰：叶落归根，来时无口。又问曰：正法掩藏，传复何人？师曰：有道者得，无心者通。又问：后末有难否？师曰：吾灭后5、6年，当有一人来取吾寿。听吾记曰：头上养亲，口须贪，欲满之难，杨柳未关。又云：吾去70年，有2菩萨从东方来，一出家，一在家，同时兴化，建立无宗，地基伽蓝，昌隆法寺。问曰：未知从上佛祖应现以来，传授几代？愿垂开示。师云：古佛应世，以无数量，
不可计也。今以七佛为是，过去庄严劫，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浮佛，今贤劫，居留孙佛居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，是为七佛。以上七佛，今以释迦文佛首传。第一摩诃迦叶尊者，第二阿难尊者，第三商那和修尊者，第四优波毛多尊者，第五提多迦尊者，第六米遮迦尊者，第七婆须弥多尊者，第八佛陀难提尊者，第九佛陀弥多尊者，第十邪尊者，11富那夜奢尊者，12马明大士，13迦毗摩罗尊者，14龙树大士，15迦那提婆尊者，16罗穆迦侯罗多尊者，17僧迦难提尊者，18迦耶舍多尊者，19鸠摩罗多尊者，20耶多尊者，21婆修盘头尊者，22摩那罗尊者，23赫勒那尊者，24狮子尊者，25婆舍斯多尊者，26不如密多尊者，27盘惹多罗尊者，28菩提达摩尊者，此土是为出祖。29慧可大师，30僧璨大师，31道信大师，32弘忍大师。慧能是为33祖，从上诸祖各有秉承，汝等向后地代流传，无令乖误。大师先天2年癸丑岁8月初3日，是年12月改元开元，于国恩寺斋罢，谓诸徒众曰：汝等各依位坐，吾与汝别。法海白言：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。师言：汝等谛听，后代迷人，若识众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识众生，万劫觅佛难逢。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，见自心佛性。欲求见佛，但识众生，只为众生迷佛，非是佛迷众生。自性若悟，众生是佛；自性若迷，佛是众生。自性平等，众生是佛；自性邪见，佛是众生。汝等心若险屈，即佛在众生中，一念平直，即是众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，外无一物而能见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。故经云：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吾今留一记，与汝等别，名自性真佛记。后代之人，识此记忆，自见本心，自成佛道。记曰：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见三毒是魔王，邪迷之时魔在舍，正见之时佛在旁。
性中邪见三毒生，即是魔王来助舍。正见自除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法身、报身及化身，三身本来是一身。若相性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本从化身生净性，净性常在化身中，性使化身行正道，当来圆满真无穷。淫性本是净性因，除淫即是净性身。性中各自离五欲，见性刹那即是真。今生若欲顿教门，忽悟自性见世尊。若欲修行密作佛，不知何处拟求真。若能心中自见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。不见自